经死啊！那安尼，咱就去秉尽中原，夺取大宋的江山啊！阿姊，你是安怎样？庆哦，上运有要紧母后，心里这点仔伤算做啥物咧？只要若会当掠着迄个计划上的杨立龙，心里就是牺牲这条性命，牺牲去摇价值啦。虽然讲杨家将已经死5个，也毋过还阁有3个人失踪，这咱嘛免伤起大意啊。放心，哀家已经派一名的日使前往汴京对付杨家将。庆哦，你毋是讲大驸马伊兵法罕色，地无不犯，哀家有意要命伊挂帅，秉尽中原，你认为如何呢？多谢母后。青莲，在，传报由驸马进出元宫。是。弟囝，但你是伫咧庆问啥物啦？无要为元帅，木手当然也是为父元帅啊！你甲你的姊夫是伫咧计较啥物呢？母后，我要哪会会啦？我是想讲母后，你将这个军令交予阮姊夫，你敢会放心的？母后，驸马对我国忠心耿耿，而且又搁甲心里夫妻感情，是情深意重，请母后你放心啊。大驸马觐见。拜记母后金安，免礼，感谢母后。无益，哀家有意命你为帅，秉尽中原。你整军经备需要多少时日？这文言的不由啊，心为难，使人的抓口，破了中原。为今之计，将之满，拖延的时间啊，无完驸马，要母后伫咧问你的话，你为什么唔回禀啊？母后啊，母后的中央啊。真周到，也毋过现在杨继业已经瓦解冰消，应该若要得到伊大宋的江山，是真容易得手啊！杨家将已经拢死啊！是啊，
已经死5个，4龙、5龙、8龙失踪去，连迄个杨老灵公也亡了。这边哪有可能？你若唔相信，用个互你亲眼观看。来人啊！来，这样假业的挑手。是。虎妈，你哪样要爬起来啦？紧倒来啊！不要紧，我只是一时激痛攻心性。你是中原人，听到子孙丧命，免不了会伤心嘛。公主，母后是毋是对我？你放心啦，人母后讲你对故主如此的尽忠，将来你若对我国必定嘛会尽忠。母后为着要替父王报仇，要夺取中原是计划偌久咧，毋才会买通中原这个大臣，将宋天子该骗来到幽州，毋才会得到这种战果啊！中原内底有奸臣，是甚物人？你是现在是我国的驸马，又搁是一个大元帅，我甲你讲是无要紧，就是潘林美。四哥，亚真既然已经去世，你唔通搁再悲伤。你安尼，小太阳伊会起疑心哦。四哥，小娥命你为顺，叫你着爱勤练三军。你安尼一直继续拖延落去，唔是办法啊！莫搁再讲下去啊！堂堂的杨家将，哪有训练官兵来攻打中原省？叫，我带去干事，讲来救我水，叫，大胆干事，来救我水。比元帅在边界抓到这个干事，回禀元帅，小人毋是干事，小人名叫周彪，是奉国中散配来。哦，既然是安尼，这个干事予我审问，恁退下去。是。快退来！这国中官配合交太后，迄才是两位公主。阮两个人乃是本宫的驸马，现在大驸马已经招兵权，你将尾交代予阮，嘛是共款啊。是。大宋国中兼二路元帅潘林美，拜上太后金安，坚持其意计，将宋王撇到五台山进香。当杨家将逼困扬州的时候，老夫顺命10万的救兵前来，杀赢在内援，非但唔去救援，反用计计乱箭射死杨七郎，使贵国大祸全身。此那是老夫之功呀！不想查王，奉旨到曲阳放羊，敬文芳出事，欲回朝参照老夫，求太后
属下私信一封，就讲杨家将既行贵国，离此不但老夫大仇可报，遐失踪的杨家将卡死回家者，也难得叛国大罪，求太后速速收书，交由张彪带回，不胜感激，遥靠金安潘林美必败。杀得好，此人一死，无人会知影。既然甲批在我的手中，不得，我就想要甲伊送回京城，甲传入潘林美的阴谋，也通替杨家将报仇。也毋过，无太后的金批令旨，要安怎出关呢？太后命我为帅，军令旨在此，哪惊袂当出关？既然如此，四哥，假使你也倒回北京，你就毋通搁再转来，无？不得。这边若是被发现，你这方的配是天情，杨家之冤可说清，中路泰山来时，小弟绝不说相依。 莫搁再讲啊！我要走，一天一夜我就会倒转来，我绝对袂拖累你。